师傅还想问一下，我们每天都烧小房子嘛？师傅上次说，这个烧小房子的时候要很安静，因为灵性在旁边。那我们每一次烧小房子，灵性都是在旁边的嘛？那他们拿好小房子，他们走掉了，还是就是我们烧了小房子烧掉之后，这个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啊？我比较好奇。你比较好奇，最好少讲给你听，讲给你听，你以后就烧小房子手会发抖的。哦。听得懂了吗？所以为什么过去放焰口啊？到庙里去给人家做水陆法会，孩子都不能去啊，因为孩子看得见的，看了哭啊哭啊，听不懂啊？我现在要是告诉你他们在边上什么形象，你以后烧小房子的时候，你说你手抖不抖好了？傻的不得了，还要知道什么情况？我只能告诉你一点，他们拿完小房子就走了，不会在你家里的。行，我知道了。